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放到個4人飯台。隔離就係洗手間，有洗衣機、燙衫板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客廳嘅地方，一邊放電視櫃，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大圍嘅市景同埋中山嘅景觀。廚房係緊廚，有雪櫃、爐頭、焗爐、抽油煙機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仲有位置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亦係大圍嘅市景。另一個房間左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呢邊就可以放個雙人床，另外有個工作平台可以做啲曬晾嘅工作。對住就係大圍嘅市景同埋園景，亦望到遠處嘅河景。